今年61岁李在明是林权律师出身哦，以将近50%的得票率当选总统。伊强调讲，南韩要拼经济，专家嘛预测讲，南韩的外交政策可能会有正大的转变。今仔咱特别请上云来为咱解剖南韩的新总统爱面对的挑战，佮有对国际局势可能的影响。 是主播，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尚莹。今仔日咱要来关心的，就是这南韩21届的总统大选的这回投票率是有79.4%，这嘛是南韩这28年来上界悬的纪录。即嘛共同民主党的李在明已经确定当选，一个知影当选了后呢，伊是除了感谢支持，嘛讲要来全力克服内乱，而且要拼经济，也佮有伊嘛会互这朝鲜半岛卖阁遐尔紧张。来看这李在明，伊的得票率是49.42%。 毋过嘛，因为这南韩的总统已经有让一段时间无人做啊，所以李在明一个当选，伊就随就职，而且连续要来做5档。这回李在明选赢，伊讲家己是一个准备好的候选人，主要就是因为伊已经选过3届的市长，嘛选过3届的总统，会当讲对韩国的政治界是较熟手。另外呢，伊伫少年的时阵嘛捌做过工人，而且也来做过律师，所以会当讲对基层的心声呢是。 正了解的，也毋过，其实做一个总统嘛，就爱面对着这国际上的局势的变化。对我来讲，这李在明其实对中国甲北韩伊的态度是有加较软的，所以互外界真烦恼讲，这朝鲜半岛的核武，也佮有中国有可能侵门大户的问题。也若对美国甲日本，李在明伊的态度是有加较疏远，所以也互人真关心讲，敢会来影响到这韩国的关税的谈判？这李在明敢有法度替韩国来敲出一个较好的结果。另外，伫这台海议题顶头呢，其实李在明伊是无想要插手的，甚至互人问到讲，敢会来协防台湾的时，伊嘛无一个较正面的回应。过来讲到这南韩的国内，其实李在明伊的挑战有影嘛是真侪。除了即马国内呢，这青年的失业率是一直拢降袂落来以外，第一季经济的表现嘛是负成长。另外，李在明伊本身呢咧做市长的时阵，是有牵涉到公职选举法，目前是内耗心的状态。毋过嘛，因为这李在明已经当选总统，而且伊一个当选就随就职，所以照即马韩国的法律来看，总统是有刑事的合并权。虽然讲伊个人的名声有可能会受到讨论，也毋过其实这对伊做总统来讲，应该是无啥物影响的。以上就是今仔日的解剖新闻，即马甲现场交等有主播。